高雄市基隆市第3分局的八堵分驻所昨暗呢，有一台货车撞入去内面，造成2个警察，一人受伤，一人死亡。这驶货车的是一个30多岁查甫人。发案了后呢，伊就把这货车拼咧。行过这边高道的时阵，煞互火车撞死。警方初步调查，嫌犯有毒品前科，精神也有一寡状况。对查到地才发现，讲让警察局进前已经弄到一台重型奥多摆，造成骑奥多摆的民众摔到山坎死亡。货车开真紧，开真凶，冲向派出所，直接弄入去值班台。伫现场警察苏玉红当场就无开啊，送医是不治死亡。这4条女警察是身躯真侪所在受伤。我在用业务，车子就整个就进来就对了。对，有什么样？之前有什么症状都没有？没有。当下这事发的所在，贵人的八堵分驻所监视人员来到现场采证，警方调查，这30多岁世间的查甫人有毒品的前科。2月2日暗时10点外，开这个查拉车弄派出所，逃走了后，要抢过这个滨高道，结果和火车弄到现死。初步排除有报仇的行为，最近敢若出现幻听幻觉症状。在家里很抱歉，非常的抱歉。为什么要造断层啊？我们还是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，才会做进一步的一些行为。有验出毒品或酒精的反应？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，都还在厘清当中。检方行出殡仪馆对相验的结果无给出回应，嫌犯的老母也伫现场一直下室内，作案动机甲原因就也等待调查。盐国警方对查之下，就一个发现这个案外案。没有，他是在执行工作。对，上班对，在上班时，他们是62的巡查员。开车来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千万不要说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没想到还真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原来嫌犯偷地车了后，开就台62线沿路一直冲，半路去弄到一台正伫特群的重型的机车。骑车这4楼的巡逻员摔落去边坡，送医不治死亡。这4间的查甫人又继续开基隆派出所，佮带走1条无辜的性命。对着当年不幸殉职，所长真唔甘讲到后甜。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啊！他那个也是在值班台，真的很认真在工作。他是新北人，那他毕业从去年到本所服务大概5个月。殉职的苏玉红只有24岁，住伫新北市泸州，去年10月才毕业，分发到八堵分驻所。最警察只有短短5个月，就因为因公来殉职，内政部讲会全力协助来复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